當年的舊曆5月初5到初6，淡水清水祖師的繞境來祈求平安。這個活動又閣予人叫做淡水大拜拜，是地方真重要的代誌。今年在6月19到26日舉辦，陰暗的暗訪甲明仔載日巡是活動的重點。在淡水的南北縣嘛出動1000人來參加，這是歷來上大的規模。淡水清水岩祖師爺繞境，也就是一般咱咧講的淡水大拜拜。6月19下晡3點出巡，淡水百年的南北縣嘛對咧繞境。南北縣講，這擺2天總出動滿1000人，是歷年來上大的規模。另外，各淡江大學教授組團招學生對咧行，希望大學生透過參與，了解民俗活動的精神。即馬因為咱加一寡少年囡仔來加入咱南北縣。增加足儕活力吼，咱變有一寡新的想法，咱有新的藝定，家己都訓練出來，所以吼，咱每年都出來就努力咧。接觸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開始。如果開始大拜拜的時候，就會低卡頂完，新的講這差交通不便吶。但是透過這個活動因開始去了解這個民俗活動的迄個精神，個精髓在哪裡。廟方講，淡水大拜拜繞境活動已經傳承800年。是淡水地方逐年的大代誌，嘛是新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。繞境活動逐年佇舊曆5月初5日這一天舉辦暗訪，拜6辦日巡，透過新民出巡，保庇地方平安。今年佇拜5、拜6連續舉辦2天。目前報名的已經2萬人啊，今年又創紀錄了，佫比舊年較濟人。那5月初5今日是暗訪，明仔載是日巡，主要是明仔載5月初6是咱清水祖師的得道日。清水祖師繞境活動上特別的是暗暝舉辦的暗訪，清水祖師也會帶領陣頭繞境消災解厄，拍算的吸引濟信眾參與。另外配合繞境活動，淡水市區19到20部分路段會實施交通管制，禁止唔是淡水市區住戶的車輛入來，公車路線嘛會改道，民眾都要特別注意。記者郭金宏、志剛淡水報道。